人真正好。哦，哎呦，选一种动物，定爱用伫你的音乐内底。我咧写词，DJ 上，给我一个 tempo， 动物园 freestyle，Let's go。哎，我是阿新，我是阿丽，欢迎收看《学着变笑》。来去 Adventure。你看，今日天气袂歹，袂歹啊。但是咱无爱去深山哪来啊？哈？为什么？因为风系统的风雨效果，风台、风雨风害啊。哇！所以去山区会淡薄仔危险嘛。对，冇错，我带你去一个绝对会看到动物的所在。百面会看到动物的所在，倒位？就是动物园。袂歹吧？一定会看到。啊，今仔日就是要互我好好啊熟悉。啊，这个所在我知影是伫咧台北市的文山区。白沙。目沙。目沙。你敢知影这个所在上有名的是啥物？啊，就是动物园。够一个哦。够一个，够一个 hip hop 的歌唱，咱的 NJ 杜宗义到 DJ 上。杜宗佑是 hip hop 歌手，嘛是知名 Podcast 节目的主持人。DJ 上新北港篮球队的指定合作 DJ， 因要来考上 Good Five。Adventure 大家你好，我是 NJ 杜宗佑 ，AK DJ 卡祖拉 DJ 卡表啊，安尼。大家好，我是 DJ 上 AKA 台北的囝。哎呦，台北的囝，好，来。动物园嘛翕合，这届我们来认捌动物，收集无同款的叫声，最后完成一条 rap。今日我要来挑战台语的 rap 啦。台语的 rap。我头一摆尔。啊你我无试过哦。 DJ 上你要创啥？今仔日我要找骄傲的声音啊，来做音乐。来做音乐。Adventure。 Let's go。来不到。来，哪里是啥物？哪里就是这，穿这就是哪山甲。里啊你，你刚才伊食啥？食蚂蚁。对啊，你是看到这？哇！哎呦，伊的喙齿足长，踅去狗遐的厝内底，甲你共款。蚂蚁公仔。安尼哦。哎，对，无错。安尼，阮来台湾动物区。咱来看麦，看哎，敢有规花路伊人吼，可能无伫的啦，无伫咧厝啦。来，你找看麦，你去变数。终于找找看麦伫倒。啊，看到啊，你们倒位。看到啊。哇，这大只的是讲的。哦。姜啊，特别所在咧，我感觉是伊的声音。哎呦，听看麦，有无？就是这个。这是救命的声吧？就是，对啊。对，可能伊的声会使互你去做音乐。会当互你有一条歌灵感。对啊，袂歹吧 ？Emily 啊 ，It's Lee。有伫咧迄个叶仔后壁。啊，我知影，这叫姜啊米伫树啊，来记起来，姜啊米伫树啊，树啊米伫姜啊。哦，有啊，有一句啊，会使。咱来去看就好。好啊！石虎甲普通的猫有啥物无共？你看啊，伊的较大只。无，无较大只。无较大只哦。椅仔的后壁有白色的毛。无呢，无看到伊呢。无就无遐多，无就来行。小大只，哎呦，小大只的。哇！台湾乌熊。哎呦，乌熊，你刚才伊食啥？食肉。杂食性。就啥物拢食，伊其实是啥物拢食。啥物拢食，树啊顶悬去食迄，你感觉像是龟子啊，倒拢啊，冬瓜哩。后一站热带雨林。叫做哪里馆，但是哪里馆内底无哪里哦。他们真正好。哦，哎呦，哦，
骹手就溜了。嘿，卡丘都美。哦。jump jump。哦，做紧的，做紧的。哦。卖给我摸。哎。因为遐尔长是正常的哦。嘿啊，搞的飞溜就是遮长，安尼介伊的身躯才会平衡。看到，手啥？动作安尼慢慢啊，慢慢啊。敢若开到 slow motion。对，航鱼哦，航鱼。还是上大只的只。这就是抢鱼啊！一只哇，这大只的呢，等等，嘿，一支等等啊！一在屋里内底，就水就多一杯的。对，你个侪爱好好珍惜。咱即马就来选选一个选一种动物，定爱用伫你的音乐内底。不管是名词还是伊的声音，好不好？台湾区的心来，你选我是山鸟。大鸟，我是咸，乌咸。我是姜啊，哇，啊就是玫瑰鹿，哦，咱就用这个选一个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山鸟啦，这山鸟啊，花鸟一定爱用。山鸟。 ，OK。搁有迄个热带雨林区，大家有看到啥？来，我选树蛇，我选七彩鸟啊，我是白毛的狗。我是淡水内底上大迄个鳝鱼。来哦，拜个礼拜。哎，安那个鳝鱼啊！长长一支鳝鱼，亲像我。咱来到非洲区啊，嘿，我干达 forever， 对吧 ？Let's go。啊，来看卖 ，Let's go。河北，河北。你是只洗身躯呢？你放屎的时阵，你敢有知？你放屎伊个背短短嘛，嘿，安尼。哦，嘿，伫遐讲，啊，屎就会这样无。你无看过迄鸦片？嘿，来，紧来看。跟快！这啥？哎，麒麟路，电动的麒麟路，哎呦，伫咧食土，天鹅。红鹤。你看，你有鱼狗、鱼狗、鱼狗、鱼狗，哪些？哪是的啊？这不是饲的哦，这是大自然内底的，不是动物不园。是动物园。就水，诶，华语讲做翠鸟，因为伊的毛嘛是七彩的，哦。就水，运气是真好呢。咱来学习一个非洲区，嘿，无错，非洲区看到的动物，鱼狗，鱼狗，哎呦，鱼狗，麒麟路，麒麟路，河马，安尼我选迄个天鹅，来哦。哎呦，是啥？鱼狗。鱼狗，哦，为透早到今嘛，阮选到的动物有鳝鱼、石虎，甲鱼狗。鱼狗，哦。三个一定爱用伫音乐内底。好，小等者，咱 adventure 就来去做音乐 ，Let's go！阮即马就是咧摕拄只取样的声音来做音乐，我咧写词，伊这送互我一个 tempo， 动物园 freestyle，Let's go！ 安尼我想要提供一个，就是伫咧台语毋是有七声八调，对，啊七声八调，阮有一个口管，其实就是动物叫做狮虎芭比狗狗树鹿，哦，这就是八调，台语的八调。出去，较早的时阵有录迄个水管的声音，啊，搁有这边鸟仔的声音，全部加起来就变安尼。来，芭比搞到树鹿，
我知啊，嘿，山后把臂高高像鹿，这句话太长了，就亲像鱼呀你呀等。 Amazing 哦，5个。台语台，台机台。以后我来主持，谢谢。即马动物园内底已经无人了，都无人啊，真烂，承担啊，我们来成果发表，做好啊。应该做好。不要。不要无，真正有影，迄种有影迄种的啦。听看麦，变一个好不好？来 DJ Let's Music。画一下手机啊，拍摄。来，拍谁？一双挂汤拖我卡大汤，想要放松来找动物设备半空。起码总有 in the house， 学着变笑敢袂晓，代表温山，代表鸟空。我就是直直讲，管你对唔对。阿星伫遮大自然的底是唔免摇，若是我来开喙，你嘛爱跟咧摇。无错会着来去学着变笑，招好必须找，互我看拢无。鱼到天色，亲像咧教我招，屎好白鼻，高高像路。这句话亲像像鱼仔呢长，徛伫洞园，我感受野性再现。妈妈的话讲袂好。缀我来练，开车到目沙，看阮两个在搬。若是讲到这，我的嘴会倒。我讲啊，煞。哎呦，也结束啊，耶！Adventure 是真正有影的哦。什么样？哎，肥皂有看到无？嘿，迄是啥？你讲知？暗公教，火金菇啦，火金菇啦，你有看到无？我有看到。这个火金菇是台湾上大只的火金菇，这就是背后你的惊喜。哇，谢谢谢谢，感恩伫咧心内。哇塞！无啊，伊两条火光就是刚的就是2条。老甲即马就是要带大家来看火金菇，这一杯，你有介意无啦？哇，有吧？